早晨，英國嘅天氣開始轉好，嚴寒嘅冬天終於離我哋而去。今日陽光明媚，一於出去食個 lunch。我會搭輕鐵去位於 Croydon 嘅 IKEA。Let's go！ 去到輕鐵站 Ampere Way 落車，過2條馬路就會見到已經廢置嘅雙煙通，非常標誌性。旁邊就係 IKEA 入口。穿過巨型旋轉門，沿住電梯上去，右手邊就係餐廳嘅入口。今日人流比平時少好多，之前試過平日嚟都排晒長龍。拎咗餐盤之後，如果想食甜品就自己喺雪櫃拎。佢最近新出咗 Tiramisu 都唔錯。今日淨係打算食 main dish， 佢嘅主食有肉丸，而佢嘅肉丸有素食版，另外仲有好多人嗌嘅炸魚薯條，我就鍾情於佢嘅三文魚。Can I have the salmon fillet? Mash. Mash. You got some of the lemon and juice? Oh, yes, please. 另外，如果你係 IKEA member， 普通咖啡或者茶係免費嘅。之前可以無限添飲，而家改咗要用 QR code， 就好似冇得再無限添飲啦。如果有錯嘅話，話返俾我知喎。IKEA 嘅餐廳都幾大，就算好多人都會揾到位，但係靠窗嘅位置就好多時都會坐咗人，因為佢有落地玻璃，陽光好充足，都幾多人會喺窗邊睇書做嘢。呢個三文魚嘅 main dish 配薯菜同埋雜菜。之前薯蓉係 couscous， 我覺得係好食啲嘅，不過薯蓉相對咧就飽啲。而今餐係食咗£6.95包埋嘢飲，比以前好似貴咗，難怪少咗人幫襯。食飽就行下 IKEA。Croydon 呢間分店喺92年開幕嘅時候，曾經係當時英國最大嘅分店，面積有成23,000平方米。等我試下行一圈要幾耐？報時而家係1:04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就唔放晒成條片啦，我會另外再放一條行街片，有興趣嘅先慢慢睇。中間我諗我停頓睇嘢嘅時間少過3次，而行完一個圈，而家報時係1:29，即係行咗大約25分鐘，而我嘅步速係偏慢嘅。最後當然係食返個雪糕啦，上次食唔到佢嘅士多啤梨味，今次睇下有冇先。
佢個士多啤梨味係 vegan 嘅，即係冇落牛奶，食落有啲似沙冰嘅感覺，都唔錯。今次就嚟到呢度，拜拜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，支持我一波。